公司第一台南部中心哦，伫12月份开始，伫高雄来放送早起佮中昼2则新闻，望各位当来平衡南北媒体的资源。第一台嘛强调讲，这只是头一步，煞来继续拍拼伫第一台的新闻甲节目，呈现出愈侪南方观点。公司第一台南部新闻直播正式启动。 伫济济贵宾的参与下，公司第一台南部中心新闻直播正式启动。对12月起，第一台逐天的早起、中昼2则新闻，透过全新打造的新闻摄影屏，对编辑台到新闻主播，全部拢刷来伫高雄直播。公共电视总经理讲，这只是一个起头，未来公司会有愈来愈侪节目刷来南部直播。今年我们克服了种种技术的困难，把这2节新闻搬到高雄来直播。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，而且其实台语台在南智中心开始成立之后，也不断在南部做很多的教育训练跟学校的建教合作。咱南部的人才、南部的学生会在咱南部遮开始学习，所以这对南部特别是对高雄、甲阮做伙台南、甲阮做伙屏东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代志。这嘛是国家支持公司正重要的价值。 那甲媒体人才带回来南部，公司第一台南部中心伫2023年成立了后，都一直为着南北媒体资源的平衡在努力。透过新闻甲节目，那为南部县市来发声，也照着甲学校的建教合作，培养南部在地人才。第一台台长讲，头一步的南部新闻直播已经完成，伫咧国际甲台海情势紧张的情形下，速度来会继续为第2步的目标来拍拼。当这是就讲开这个新闻是有一个备援的这个概念，甚至就是国家治安的经营。所以未来有考虑就是讲咱有法度在南部直接发射无，这还搁咧计划当中。 第一台南部新闻直播代表的，唔但是资源的投入，甲出国人才的回乡，也是南部在地声金的放送平台，以及未来国家安全的第2保障。台长吕东熙讲，这台第一台拢会当做，嘛愿意做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。